大家好，我是王水源，今天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《风光少年兄》MV 的拍摄过程。感谢辛苦的剧组老师们，都是钱啊，都是钱。租这个大白棚也不便宜，好不好？你手在这边太粗了吧？很多人都会问，最近为什么阿宽妹脸上要贴 OK 绷？哦，有感觉哦。好看。看起来已经累了哦，拍摄10几个小时了。请问你是阿关妹吗？哎，你是那个宝贝熊吗？你可以帮我 P 一个女生在上面摇。傻笑，怎么哥还在工作啊？怎么哥？表面的冷淡的每日每夜。会不会很想讲话？那却，我真的忙工作忙到一点性欲。这个超帅的，这个就是 MV 一开头仰角的画面，特别注意一台大货车，然后上面做一个车架，让他站在强化玻璃上往下唱。然后为了拍这个他骑风光125的画面，特别把机车从台南寄上了台北。好骑哦！超屌！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心情我匆匆，因为有点累，然后你知道，有点小累。我现在最想回家。欧巴特别来探班，在。谢谢欧巴。有点累了。还好，好不好？我剩1个半小时而已。你今天拍完觉得怎么样？我今天拍完觉得就是特别的棒啊，不错不错。是吗？是你喜欢的吗？啊，我喜欢啊，我喜欢啊。那就好，对吧？就把我拍的帅，我都喜欢。还有没有想抱怨的？有没有想抱怨的？这抱怨，我想一下。这蔡英俊，看一下，没有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辛苦了，一切都特别的棒。啊，那些他妈怎么奇怪的吗？最后呢，再由吴建荣老师以及蔡伟群老师帮我们做 MV 字卡的设计，配合导演所输出的 A 卡比内容，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去做歌词文字的设计以及排版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。完成后呢，再将所有的文字设计档加上材质输出给导演 Rigo。再麻烦各位帮我们多多观赏 MV， 分享出去，然后可以支持我们购买我们3月1号在台北华山 Legacy 的专场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